怡儿，苦苦的药汤子，我都喝过多少了？要管用早就管用了。拿走。是。怎么了？魏夫人来了。又怎么了？王后，那个魏夫人来了。给我撵出去！是。夫人，臣妾魏延拜见王后。臣妾得知王后与公子荡口诀争执不下，犯了头疾，特地来向王后请罪。荡儿被你蛊惑了心智，害得我们母子不和，你还上门来说风凉话。王后，你可是错怪了臣妾，臣妾是真心来向王后引咎自责的。哼，我今日倒是要看看，你还有什么招数。臣妾有些话不方便当着众人言，如果王后允准，没什么不方便说的，有话就说。臣妾是想知道，王后是否有意想让公子荡当太子？荡儿能否当太子，不是你我能定的。王后不必提防我，华儿分封衡门君，这太子之位已经与他无缘了。如今，我只想化干戈为玉帛，助王后一臂之力。公子之中人才济济，储君之事，只有大王一人心中有数。王后依旧口不对心。放眼秦宫，能够跟公子荡争位分的人，已经寥寥无几。可大王立太子，又需要一个妥当的契机。我不知魏夫人想说什么。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。公子荡的婚事若能尽快谈妥，那么立太子之事也将成为大王的当务之急。臣妾知道，王后对公子荡的婚事早有安排，可是公子荡却对怡儿一见钟情。这事儿不仅让王后觉得棘手，臣妾也觉得为难。何不说你是正中下怀？不管王后是否误会臣妾，臣妾都以为逆水行船不如顺水推舟。顺水？那就把我的荡儿推到你魏夫人怀里去了。强拧的瓜怎么能抵得过水到渠成呢？王后不如反过来想，公子荡背后若有楚、魏两国的元首，那么储君之位，谁又能与他争？魏夫人请坐。谢王后。珊瑚，斟茶。是。臣妾深知这些年来多次见罪于王后，若能促成公子荡与魏国的联姻，臣妾愿意将功折罪。魏夫人的好意我领受了，只是荡儿尚未成年，婚事不必过急。那是自然。王后若是信得过臣妾，臣妾愿尽犬马之劳。荡儿是嫡子，荡儿的婚事有关社稷，最后还要由宗室和大王来定夺。有了王后的恩准，公子荡和怡儿必是佳偶天成。臣妾先告退了。佳偶天成？哼，我才不信呢。王后，那魏夫人说的比唱的好听，
依奴婢看，他并没有真心为王后打算。他当然不是真心的。我嫁入秦宫10几年，他一直视我为眼中钉，如今还想用我的当儿拿住我。那王后为何不让奴婢们撕了他的脸？因为他的话也有几分道理。如若当儿真有楚魏2国元首，那大王也不得不顾及当儿的联姻背景。王后真的应下了那魏夫人的婚事？去找太医，让他把那汤药再煎一副给我送过来。王后想吃药了。我要用心养好我的精神。是。怡儿，你父王来接你的马车已经到了咸阳，明日就要启程回大梁。夫人，那公子荡又到篱笆墙外眼巴巴地望着，样子真是可怜。公主是打算见还是不见？好看不好看？怡儿，你就这样走了，那公子荡自然放不下你。姑母看得出你对他也有了心思。既然如此，你先回去，剩下的事儿就交给姑母来办。停车！停车！怡儿，走。怡儿别走！怡儿，你是秦国公子，我是魏国公主，我们本不该这样见面说话，有违礼法。你等我好吗？我会想办法，定不会负你。你是我什么人？我为什么要等你？我等你有什么用？我等得了你吗？我嬴荡并非无能之人，今日于天发誓，无论多难，非你不娶。你若有心，就去求你父王向魏国提亲，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妻、亲迎，6礼一样不可少。怡儿放心，青青子佩，悠悠我思。怡儿信我便是。走。王后，甘大夫，请坐。谢王后。知道王后身体欠，但此事重大，不得不上门搅扰。是与荡儿的婚事有关。的确与公子有关，却与婚事无关。甘大夫，请说。王后可知，近几日大王多次召集朝中大臣进宫，询问公子华的情形，其中还有他封地上的地方官员。公子华已被大王分封在外，太子该是与他无缘了。就算大王看中他，又能如何？诸国当中也曾有分封在外的公子，被重新立为太子的先例。王后不可掉以轻心。大王的心思不会变得如此之快吧？不是大王心思变得快，而是有人在中间图谋。一定是那个魏夫人，还说什么秦魏联姻，佳偶天成。
背后去。王后，还是再往近处想想吧。近处？难道是芈月？不应当啊！芈月要争，应该为公子季争，怎会推别人上位？再说那芈月与魏夫人也是不共戴天。这正是他的聪明之处。他这样做是一箭双雕，既可以让大王相信他毫无野心，不必对他进行提防，而且还可以收服魏夫人母子做他的刀枪。待公子华与公子荡相斗下来，两败俱伤，那得利的人一定是他和公子季了。快，扶我去找荡儿。王后，您还病着。事不宜迟，我要让荡儿去宣誓殿找大王，求大王允准他们的婚事。父王，公子，大王正在批父王奏章。下课。父王啊，大王，知道了，母亲你先下去吧。父王，儿臣请求与魏国联姻。理由呢？大秦与列国联姻，赵国和秦国同宗同姓而不婚，还有楚国和燕国，他们已经与秦国联姻，齐国总与秦国为敌，韩国又过于弱小，而自函谷关之战后，魏王痛悔，驱逐了公孙衍，并派使臣频频向大秦示好。儿臣以为，当今之事能与儿臣联姻的，唯有魏国。若与楚国亲上加亲，岂不更好？收服巴蜀之前，蜀国频频与秦国作对，他背后就是楚国在捣鬼。还有呢？魏齐两国从不和睦，若是能与魏国联姻，秦魏两国便可联手讨伐齐国。寡人苦心教你这么多年，都没有把你教得思量深远。不成想，一个魏国女子就能够让你长大了。父王允准了。父王，父王！大王身子不济，该多歇歇。心里头的事情太多，不知道该是喜还是忧。若是公子荡的婚事，那该是喜事。寡人原本并不想让他这样早便娶亲。食色性也。王后与魏夫人历来不和睦，当儿却硬要娶个魏国公主回来。大王的意思是，公子荡想娶魏国公主，王后不中意。王后也主动向寡人请求赐婚。哦，你也觉得奇怪？王后爱子心切，虽在意料之外，但也在情理之中。你说，寡人是否该成全他们？大王是说，成全这对小儿女的情分，还是成全两国联姻结盟？这两者皆是。若于公于私都好，芈月无话。可寡人看到你眉头皱得很紧。月儿想问的是，一旦公子荡大婚，这太子之位，大王就真的有意于公子荡了？寡人并非没有思量过华儿，也私下做了些打听，没想到新近得到消息，华儿到了封地后，有不少秦国旧族找上门去，那些人个个对秦法新政抱有成见，对没立公子华为太子打抱不平。
公子华对他们的鼓噪却未置可否。相比之下，当儿就算有缺憾，但也是旁枝末节。而且，当儿马上就要娶亲，身居楚魏两国的背景，再加之楚离子等朝廷重臣的帮衬，这太子只怕不得不离。月儿明白。你明明心里还有话，不要让寡人猜了。事到如今，两害相权取其轻，大王应当按照自己的心思去做。